诸如此类为呢，这他的事业是无有边际，尽发阶级。他昔日在过去诸佛事也实现于世就是现身于世。而如今佛陀的这一身教当中，印度当地大多数的智者成就者都是年始的这种变化，就是像空西摩伊西所解的密传里面呢，就是讲像印度的这个帕坦巴桑杰这些都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传世。所以印度的就是后来的很多的这个大德的话呢，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对诸位此教者进行加持，摄说在印度、汉都、香巴拉、通州等种种领域以及幻化的有无是幻化有无广泛利弘法利生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化身的话呢，就是印度也是非常多的，汉地也是应该这个非常多，还有呢就是这个香巴拉，就是通州就罗刹州这些呢就有不同的这个现象，有些是以人的现象，有些是可能以动物的这个现象，有些呢以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种种的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可能建筑物就是等等，就是这个幻化这个神呢来这个利益这个众生的就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好像是一般的一个在家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说法不对，莲花生大师的那种这个观点不如法。有些小人这样说起来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想这个就很想笑，就是除此之外不想任何回答。就像我们汉传佛教当中，以几个别的人呢，就是说阿弥陀佛如何如何不好阿弥陀佛或者是禅宗的观点如何不行的话呢，那么懂道理的人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就是不一定用正面来对他这个进行回答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汉传佛教的话呢，以前呢就基本上是因为这个语言文字民族传统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就很多那个藏传佛教，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宝化三圣的这种这个状况以及就是在印度、汉地、藏地就是这么这个有关的这些佛国呢，就是进行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状况的话呢，就是一无所知。这样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呢，可能会产生种种的这个邪见。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般的有头发的一个密咒是一样来对待，就是同这个相提并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太可怕了，太可笑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次呢，就是也很有必要藏传的这个密教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深深的，而且这种这个教法呢，就是对我们整个人类，对我们整个世界来讲呢，就是确实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他的这个威力和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如今呢，不仅仅是这个属于是藏地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个藏传佛教呢，就是影响就是多少个这个国家，影响呢就是多少个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会这个清楚的。那么这样的这个黑暗的这种时代当中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加持之光的话，那就是能不能牵出时代的这种这个黑暗呢？就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这个非常这个清楚，就是这种诸佛菩萨的这个各种幻化身边呢，就是千万都是不能凭自己的一些这个分别念来就是进行这个汇报在藏地年始足迹几乎踏遍所有的这个区域不管是这个维藏也好，还是多康也好，还有那个所有的这些地方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拉萨那一些的话呢，就是莲花生大师所加持过的这个25个这个大的这个圣地，像我们昂多和康区的话呢，就是也有分别，就是有25个的就这样的这个圣地。那么以这些圣地为主呢，就是整个这个藏地的话呢，都只是通过各种这个身边和一些这个这个现象来就踏遍过整个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这个年始去过的这些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一般就是在很多时代当中就是不被呢就是被外道就是或者是一些邪道就是来这个所占领就是这些是有很有必要的。所以以前高僧大的一些去过的寺院也好，去过的一些道场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一般的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去的地方呢，就是完全也是不同的。不过人类呢，就是现在都有这样的，比如说
说一个明星呢，就是来过一个那个医院的话呢，就是这个医院呢，就是永远都是把这个明星的照片就是挂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来他来过，但是他来的话呢，就是有没有价值不知道，就是一般医院的话呢，就是那个主要是治病，就是对这个终身要有利，就是一个什么歌唱的特别好，就是那个唱歌特别好的话呢，就是他来过医院的话呢，就是那么他的这种歌声对后来的病人有没有利益不知道，只不过是对他们的名气可能有。我去过的有些医院的话呢。就某某这个这个明星来过，某某电影院来过，就是某某领导来过，就是然后他们都把那个照片呢，就是一直这个放着保存着的，就是所以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当时来过很多地方，但可惜的是没有照片但后来的那个莲师的这个像啊，就是应该说是在藏地来讲是各个地方都是有。我希望我们这个汉地的话呢，道场里面也好，私人的佛堂里也好，包括我们有些这个开车的这个在这个车里面的话，那就是也是挂一些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啊，就这个是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呢。很多人说是我的上师好怪哦，就是把这个上师的照片就是放在这个车里面，但上师大师也可能怪，但是不管怎么样，莲花生大师的一切上是终极，就是所以我觉得是像释迦牟尼佛啊、莲花生大师啊这样的话，那可能更有价值，就是我是非常这个赞同啊，就是莲花生。我有时候看见就是有些这个道友啊，就是在车里面就是有那个放着莲花生大师的话，那就真的是心里面就是就感觉啊，就是那肯定就是莲师的价值是不可思议的，就肯定是很不错的。有些的话呢，一般的像我们那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上师的，那这个照片上的话呢，就是自己的真的是不是口头上说的，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人是真的很迷茫，就是我的照片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个是反而的肯定会有害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就是自他都是有害的，就是真正诸佛菩萨的这种照片呢，就是有功德的。所以以后啊，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应该把这个真假呀这个分清楚。虽然可能有些对自己的在这个学佛也好，就是引导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自己有恩的，就是从实践的一些这个情义上的话呢，就是你对某某上是有很好的。从我们佛教的有些论点来讲，也是上师就是佛，就是这样来通过很远的地方转弯抹角校正拟正的话呢，就是上师有一个佛的这个理论的是有的，但是这个要建立起来的话呢，就是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辩论以后才可以成立的，就是所以而且这个上师呢，就是有时候行为不如法，佛怎么会是干坏事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对这个佛还是产生谢见的，但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不会这样的，佛陀呢，就是真的不会的，所以没有任何争论的这些佛像呢，就是挂在你的这种什么就是车里也好，或者是佛堂里也好，或者是自己当这个护身，我觉得是这是很好的。